轻轻地让西藏住进你的耳朵。此时此刻，不管你身在何处，西藏就在你的身边。听见西藏，西藏，西藏。今天是藏历10月15，清晨的拉萨巴廓街人头攒动，空气里弥漫着馨香的桑烟。特别的日子总是显得热闹异常。是的，今天是藏族人1年1度的白拉姆节，又称仙女节、天女节。每年的藏历10月15这天，拉萨地区的藏族民众都会扶老携幼，面对拉萨大昭寺的白拉姆神像，双手合十，虔诚的祈福，并为女神敬献哈达和鲜花，跳起节日的舞蹈，祈愿为他们带来幸福和欢喜。尤其是藏族仙女们，她们精心打扮，唱着吉祥的赞歌，前往大昭寺，祈愿白拉姆女神赐予美貌容颜。但看似热闹的白拉姆节背后，却深藏着一段凄美的藏地爱情故事。请听这期大话西藏，为你娓娓道来。站在岗拜拉姆山上，遥望圣城拉萨，女神班丹拉姆啊，请赐予幸福和吉祥。公元7世纪中叶，藏王松赞干布在拉萨修建了大昭寺，也为此专程请来了印度女神吉祥天女，坐镇大昭寺3楼的护法神殿，做大昭寺和拉萨城的守护者。这位大护法就是藏传佛教著名的出世间护法神班丹拉姆。印度的民间传说当中，班丹拉姆诞生于天神和阿修罗大战时期，后来又成为了印度教和婆罗门教掌管命运、财富和美貌的女神，并成为了印度教和婆罗门教第2大主神毗湿奴的妃子，爱神之母财神朗瑟的妹妹。这位吉祥天女既然从印度移居西藏，成为了藏传佛教的护法神，那就不能不受西藏原始宗教和民间文化的影响了。所以从她身上派生出种种带有浓厚世俗色彩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。班丹拉姆和白拉姆其实是吉祥天女的不同法相，但在民间传说里，班丹拉姆是母亲，白拉姆则成为了女儿。说到女神白拉姆，由于她长着一张蛙脸，也被称为蛙脸女神。虽然她面相丑陋，但生性善良。相传白拉姆和大昭寺护法神赤尊赞相恋，并私定终身。母亲班丹拉姆得知后，对于他们之间的爱情极为震怒，不许他们相爱。阻止未果，一气之下将赤尊赞驱逐至拉萨河对岸的奔巴热山，还诅咒他们永世不得相见。在经女儿白拉姆的苦苦哀求之后，才被允许每年的藏历10月15，白拉姆和赤尊赞才可以隔河相见，互诉衷肠。就这样，白拉姆和他的爱人赤尊赞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承受着这种分离的痛苦和煎熬。虽然白拉姆女神自己的爱情十分的不幸，但她却是一位慈悲友善的护法神，庇佑着藏地的妇女和儿童。尤其是拉萨的妇女对白拉姆女神非常的崇信，认为她能给丑陋的人带来美貌，能给予悲观者以希望，
能为有情人送来美满的姻缘。每年藏历10月15这天太阳出生之时，信徒们从大昭寺恭请白拉姆女神像巡游圣城拉萨。白拉姆女神的恋人，也就是赤尊赞的神像，请至拉萨河对岸与女神相见。紧接着，拉萨的妇女们会盛装打扮，拎着酿好的青稞酒前往寺院供奉女神，还将加持过的甜美青稞酒涂抹在额头，算是好运随身。大家围着白拉姆女神像焚香、诵经、磕头朝拜女神，还会相互敬酒、唱歌、跳舞，祈求女神保佑自己身材美好、面容娇美，收获爱情。除了在女神像许下心愿之外，姑娘们还会三五成群在八廓街找男人们索要红包和礼物。男人们在这个时候出手大方，对他们也会显得格外的亲切。藏族传统节日当中，主角是藏族女性的其实并不多，白拉姆节完美地填补了这个缺憾。这一天属于那些乐观豁达、坚韧不屈、心怀善念的藏族妇女。随着自媒体行业的崛起，白拉姆节也被广泛地传播开来，整个大藏区都开始重视这个节日。所谓传承下来的才是闪闪发光的。白拉姆节是藏族先祖流传下来的古老节日，是对后人的一种启示和祝福。祝福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收获爱情，嫁给爱情，而启示的是告诉后人，一个女人拥有惊世的美颜，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，而是要从内心变得更加独立和睿智，因此去寻找遇见，并且用心守护一段好的爱情，就变得尤为重要。佛陀说，无论你遇见谁，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，绝非偶然，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。我想这才是这个节日的精髓所在。每年的白拉姆节，12罗生门和大话西藏都有一个不变的主题，那就是爱情是最平凡的相依相守。因为这个节日背后的凄美故事告诉我们，不求浓烈相守，只求淡淡相依。遇到对的人，就要好好珍惜。但正当大家沉浸在相互祝福的欢声笑语当中的时候，可千万不要忘记一个人，那就是我们每个人身边的在世度母，你慈祥的母亲。每个母亲都是子女们心中真正的女神，是她撑起了我们一世的阴凉。可叹时间真如一把剪刀，剪得我们每一个人都07、8岁，无可遮掩。只求时间再慢些，让我们做子女的能多看几眼阿妈慈祥的微笑。这里是扎西多杰为你带来的藏族人文主题网络电台大话西藏。如果你想第一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欢迎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2罗生门，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吐蕃顽童找到我。感谢收听，下期再见。